是，我一日听到消息，我就赶来甲你讲，求太公赶紧注意一下。我杨家到底是犯着什么罪？为什么皇上伊要安尼来对待阮呢？天啊！竟然要来操占着我杨家满门！阿娘，唔免哭，是福唔是祸，是祸也难躲，哭什么？老太公，文准，你甲燕娇也未完婚，你会用免受连累？赶紧走！赶走，甲因照命运记得，曹玉松死是杨家的人，死是杨家的鬼。求你让我甲杨家人斗阵受刑。真是贤德的媳妇，已经袂着。我杨家应该爱留一条后代根，你紧去甲燕娇讲，叫伊对后门走。带领3千个兵马，要来抄斩杨家将，你家将已经甲我讲过，我知影。这敢是正好适合一你的心意。家人家义，视同一个叛人米，要陷害是阮杨家，你有啥物来救我嘞？龙龙，你冤枉我的，你要去倒位？我要太破因米，为杨家报仇。我现在去，因有3千个人马，你不是因的对手。婆婆交代讲，你都要对后尾门逃走，这是你那娘的命令啊！别讲，我无要甲你这个家人家义在斗说啥物。龙龙。